人活到60歲先至真正明白世間萬物皆有定數，人生福壽從來唔係靠運氣，亦都唔係靠名貴寶品堆砌而出，而係數十年日積月累嘅生活習慣、心性修養同順應天道嘅生存智慧。60歲係人生一道重要分水嶺。古人講60花甲，係天地干支一輪迴，人嘅身體、氣運、心境都會迎來一次徹底嘅轉換。少年時拼體力，中年時拼氣勢，到咗60歲就該拼修養、拼平和、拼穩重。好多人誤以為養生係老年先至需要做嘅事，其實不然。60歲之前，身體有虧損，尚可修補，尚可透支。60歲之後，五臟六腑氣機已定，經絡運行已成定局，一分耗損便少一分元氣。故此花甲之年嘅養生，貴在順勢，貴在守成，貴在清心。唔求突飛猛進嘅強健，只求日漸平穩嘅安康。我一生研讀易經，貫通儒釋道三家智慧，又數十年觀察萬物盛衰、人情冷暖，最深嘅體悟就係，養生從來唔係繁雜嘅偏方秘訣，而係將平凡生活過得合乎天道、合乎人性、合乎身心規律。易經有言：天地之大，德若生，萬物生生不息，皆因順時而變，順勢而為。人體係一個小天地，對應宇宙四時、陰陽五行、春生夏長、秋收冬藏。不論係飲食作息、運動起居，抑或心性情緒、待人處事，但凡違背自然規律，身體必然積勞成疾、積鬱成病。60歲嘅長者最忌諱嘅就係心浮氣躁，強逞少年之勇，盲目追求速成養生。偏偏最簡單、最平淡、最恆久嘅日常堅持，先係延年益壽嘅真諦。先講身體之本，脾胃為後天之本，氣血為生命之根。人過60，元氣自然由盛轉衰，最明顯嘅變化就係脾胃功能日漸退化。年輕之時，縱然暴飲暴食，三餐不定，生冷不忌，脾胃尚且有足夠氣力消化運化，就算偶有不適，休息2日便可恢復。但60歲之後，脾胃氣機虛弱，如同殘燈如火，經不起風吹雨打，折騰消耗。現代人最大嘅養生誤區就係過度追求滋補，以為人老體虛，便要日日食燕窩、人參、鹿茸各類保健品。殊不知，大多數長者脾胃虛弱，運化無力，名貴寶品非但無法吸收滋養身體，反而會滯留脾胃，積聚濕熱，堵塞經絡，造成補而不受、虛不受補嘅尷尬局面。越補越滯，越補越虛，衍生出消化不良、痰多、胸悶、失眠多夢、血壓波動等各種問題。真正嘅脾胃養生，從來唔係大補大滋，而係清淡節制、溫和規律，順應脾胃天性。60歲之後，飲食之道在於7分飽、3分飢，在於溫軟適中、4時對應。古人飲食養生講求食不厭精、膾不厭細。呢句說話並非係追求山珍海味、精緻奢華，而係講求飲食潔淨、咀嚼細密、食得從容。我常話，每一啖飯至少咀嚼30下以上，先至慢慢吞咽落肚。呢個簡單嘅習慣，勝過世間無數補藥。細嚼慢咽，不單只可以大幅減輕脾胃消化負擔，更能夠令口中津液充分與食物融合。中醫講，津液為人參，金漿玉液滋潤五臟，濡養經絡，調和陰陽。細食慢咽，自然生津固氣，默默修補身體虧損嘅元氣。反之，食飯匆匆忙忙，狼吞虎咽，食物未經細化便進入腸胃，脾胃需要耗費數倍氣力去消化，日積月累，
脾胃氣力耗盡，百病自然重生。除咗節制食量，細嚼慢咽，60歲長者更要懂得分辨體質，擇時飲食，遠離傷身禁忌。人體分寒底、熱底、陰虛、陽虛，唔同體質有唔同嘅飲食宜忌，絕對唔可以盲目跟風養生。寒底之人平日畏寒怕冷，手腳冰凍，大便溏稀，精神困倦，就應該少食生冷寒涼之物，諸如冰凍飲品、刺身海鮮、寒涼瓜果、涼茶涼湯，多攝取溫和健脾、益氣養陽嘅食材。小米、淮山、蓮子、慈實、老薑、紅棗皆為日常最佳養生食材，平淡無奇，卻最養元氣。熱底之人平日口乾舌燥，容易上火、便秘尿黃、心煩氣躁，就應該少食辛辣燥熱、油炸膩製、過度溫補嘅食物，避免人參、鹿茸、炮製醋補食材過量進食，適量食用潤燥、清熱、養陰生津嘅食材，百合、雪梨、竹蔗、茅根、沙參、玉竹，清潤而不寒涼，調和陰陽最為得宜。四時飲食必須順應天道，春生而清淡疏肝，夏季而清熱健脾，秋收而潤燥養肺，冬藏而溫補固腎。春天萬物萌發，肝氣升發，長者切忌多食油膩、後味、酸澀、滯氣食物，應該多食新鮮時蔬、清淡湯水，疏暢肝氣，調達氣機，避免春鬱傷肝，情緒煩躁，頭暈胸悶。夏天暑濕偏重，人體脾胃最易受濕邪侵擾，好多長者夏日食慾不振，四肢困倦，懶言少動，皆為濕困脾胃所致。夏日養生最忌貪涼，日日飲冰水、食冷品，長期待喺冷氣房，一時涼快，換來嘅係寒濕入體、經絡瘀堵、元氣受損，秋冬必定反覆病痛。夏日應該多飲溫水，適量飲用健脾去濕湯水，赤小豆、薏米、冬瓜、茯苓，平和去濕而不傷正氣，守住脾胃根本。秋天乾燥傷肺，容易出現咽喉乾燥、皮膚乾裂、咳嗽多痰、肺氣虛弱等問題。飲食重在潤燥養陰、收斂肺氣，切忌過度辛辣燥熱，傷及肺陰。冬天萬物閉藏，人體陽氣潛藏體內，呢個時候先至適合溫補養腎、固本培元，少食生冷，堅持溫食，幫助身體積聚陽氣，抵禦寒冬陰邪。60歲長者仲有一個極為重要嘅飲食禁忌，就係晚餐宜少宜早宜淡。中年人尚且可以偶爾晚餐豐盛，宵夜加餐，60歲之後絕對不可。夜晚係人體脾胃休息、五臟修復、氣機收斂嘅時間。若然晚餐過飽、過油、過晚，甚至頻繁食宵夜，脾胃被迫超時工作，無法休息修復，長期積累，脾胃元氣必然耗竭。同時，夜間積食滯於腸胃，會化濕化熱，擾亂心神，導致失眠多夢，夜間易醒，神起困倦，血壓不穩，血脂偏高，一連串慢性問題隨之而來。我見過無數長者日日照顧飲食，日日服用補品，卻始終體弱多病，精神不佳。究其根本，大多敗喺晚餐不節、宵夜不戒。花甲之年，晚餐7分飽足矣，盡量喺晚上7點前進食完畢。少食重油重鹽重口味食物，清淡飲食，簡單膳食，反而最能養脾胃、固元氣、安五臟。講完飲食，便要講飲水之道。好多人以為飲水最簡單，無非口渴便飲，日日飲夠8杯水就係健康。其實大錯特錯，飲水係養生第一要務，水為生命之源，五臟運行、
氣血流通，經絡暢通，皆離唔開水液濡養。但飲水講究時機，講究方式，講究體質，盲目飲水只會適得其反。易經講五行水，主治、主潤、主藏。人身水氣調和，則頭腦清醒，心神安定，五臟平和，水氣失衡。要麼缺水乾燥，要麼水濕泛濫，皆會致病。60歲長者氣血運行變緩，新陳代謝下降。最容易出現兩種問題，一係長期少飲水，腦部缺水，經絡乾澀，血行不暢，導致頭腦遲鈍、記憶衰退、便秘上火、血管淤堵；二係過度飲水，大口猛飲，不辨體質飲水，導致水濕滯體、脾腎負荷過重、四肢浮腫、精神困倦。真正嘅養生飲水法，貴在細飲、溫飲、時飲，切忌猛灌、冷飲、飽飲。無論春夏秋冬，長者都應該以飲溫水為主。冰水、凍水最傷元氣，最傷脾胃，最傷腎陽。寒水入體，瞬間凝滯氣血，堵塞經絡，短期只會覺得涼快，長期累積便會形成體寒、濕瘀、關節疼痛、手腳冰凍等患疾。飲水必須細淡慢飲，好似品茶一般，少口多次，等溫水與口中津液充分融合，緩緩潤入五臟經絡，先至可以真正滋養身體、濡養大腦、疏通血脈。若是大口猛飲，一次性飲大量水，水氣無法及時運化，只會滯留脾胃，泛濫肌膚，加重脾腎負擔，非但無法養生，反而損傷正氣。同時飲水要辨體質，順四時。寒底長者切忌飲用大量涼水、淨水、寒涼飲品，可適量飲用溫開水、薑棗水，溫陽虛寒，健脾暖胃。熱底長者可適量飲用清潤茶水、竹蔗茅根水，清熱潤燥而不傷正氣。晨起空腹一杯溫水，係60歲長者最佳養生習慣。經過一夜睡眠，身體水分流失，經絡乾澀，血濃度偏高，一杯溫水可以瞬間疏通腸胃，喚醒五臟，稀釋血濃，啟動全日氣血運行。夜晚臨睡前則不宜大量飲水，少飲水，慎飲水，避免夜間水濕滯體，影響睡眠，晨起浮腫，加重腎臟負擔。好多長者夜間頻尿、睡眠淺薄、晨起眼腫腳腫，皆係睡前飲水過多所致。呢個細微習慣足以影響晚年體質好壞。除咗飲食、飲水、作息起居，係60歲養生嘅重中之重，亦係最容易被忽視嘅根本。易經講：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順應天光，順應陰陽，係萬物最根本嘅生存法則。白天陽氣升發，人應該活動勞作，舒展筋骨，運化氣血；夜晚陰氣主事，人應該靜養休息，收斂心神，潛養元氣。現代長者最大嘅養生弊端就係作息混亂、晝夜顛倒，日間貪睡懶動，夜間失眠不睡，硬生生逆轉陰陽，違背天道，元氣日日耗損，百病自然纏身。60歲之後，人身陽氣日衰，最需要嘅就係養陽、固陽、斂陽，而睡眠就係養陽最平價、最有效、最根本嘅方法。世間任何名貴寶品都比不上一覺安穩、夜夜好眠、早睡早起，係花甲長者第一養生秘訣。夜晚11點之前必須入睡，呢個時段係肝膽排毒、氣血修復、元氣潛藏嘅黃金時間。中醫講子時養肝、丑時養膽、寅時養肺。深夜不睡，肝膽無法排毒修復，肝氣鬱結，膽氣不暢，日積月累便會出現肝火旺、氣血瘀滯、頭暈目眩、煩躁易怒、視力衰退、
面色暗沉等問題。好多長者年過60，視力急速下降，老花加深，眼乾眼澀，頭痛反覆。根本原因就係長期熬夜、睡眠不足、肝血虧虛，晨起不宜過早，亦不宜過遲。天亮天光之後緩緩起床，順應陽氣升發。醒來之後切勿猛地起身，應該靜臥數分鐘，舒展四肢，調整呼吸，喚醒氣血，再慢慢坐起，落床活動。老年人血壓調節能力較弱，猛地起身容易氣血上衝，頭暈眼花，甚至引發不穩狀況。呢個細節最能體現養生嘅細緻與穩重。日間作息都要張弛有度，勞逸均衡。60歲之後，切忌過度操勞、過度奔波、過度勞心勞力。好多長者一生勤勞，退休之後依然閒唔落來，日日忙家務、忙瑣事，操心兒孫，掛念雜事，身體明明已經元氣不足，卻依然強撐勞作，過度消耗體力心神。須知老年之人，勞則耗氣，思則傷神，氣神相耗，體質必然日漸虛弱，但亦不可過度懶惰，終日臥床，久坐不動。易經講流水不腐，戶樞不訛道。人生氣血貴在流通，久坐則氣滯，久臥則氣虛，久靜則瘀倒。合適嘅勞動，適度嘅活動，可以幫助氣血運行，經絡暢通，代謝正常，反而有益身心。最佳狀態就係閒而不懶，勞而不累，動而不疲。日間適量活動筋骨，打理瑣事，散步舒展。夜晚靜心休息，斂神養氣，安穩入眠。晝夜陰陽平衡，身體自然平和安康。講完起居作息，就要講運動養生。好多長者對老年運動有兩大極端誤區：一係完全唔運動，終日久坐臥床，覺得年老體虛不宜動；二係過度運動，盲目運動，模仿年人劇烈運動，跑步跳躍，高強度健身，以為運動越劇烈越健康。其實60歲嘅運動養生核心不在於強身健體、鍛煉肌肉，而在於疏通經絡、暢達氣血、柔韌筋骨、提振陽氣。老人筋骨鬆弛、骨質疏鬆、經絡僵硬、氣血遲緩，最忌劇烈運動、突發運動、過度勞累。強行劇烈運動只會拉傷筋骨、耗損元氣，加重心肺負擔，得不償失。我研讀道家養生、五禽戲、導引術數十年，最推薦花甲長者嘅運動係柔和、緩慢、舒展、順氣嘅輕運動，太極、八段錦、氣功導引、緩步散步、筋骨拉伸呢類運動，動靜結合，陰陽調和，動中求靜，靜中養動，可以慢慢疏通全身經絡，鬆弛僵硬筋骨，推動氣血運行，調和五臟氣機，溫和養生，而絕對唔會傷身。每日晨起天光之後，空氣清新，陽氣升發，緩慢散步20分鐘至半個鐘頭，舒展四肢，抬頭挺胸，呼吸自然，吐故納新，將一夜積聚嘅濁氣排出體外，吸納天地清陽之氣，全日精神都會清爽提振。傍晚時分亦可適量緩步活動，切忌夜晚劇烈運動。夜間陰氣偏重，陽氣收斂，過度擾動氣血，會令心神不寧、睡眠不安、陰陽紊亂。除咗整體運動，手部運動係60歲長者極為重要，卻極少被重視嘅養生關鍵。中醫講十指連心，手指通。五臟六腑對應全身經絡大穴，手部靈活則經絡暢通，大腦清醒；手部僵硬則氣血瘀滯，腦機退化。道家講握固之法，佛家講手印養生，皆是以簡單手部動作固氣安神，疏通經絡，預防腦退化。每日閒時反覆伸展手指，握拳放鬆，揉搓雙手，活動指節，
促進手部氣血流通，牽動全身經絡運行。長期堅持可以有效預防手腳麻木、經絡淤堵、記憶衰退、認知退化，延緩大腦衰老速度。呢種免費簡單嘅養生動作，隨時隨地可以做，勝過好多昂貴嘅保健療程。運動養生最重恒心，最忌突擊。養生唔係一時興起，3日打魚2日曬網，今日劇烈運動，明日懶惰不動，陰晴不定嘅鍛煉方式，只會擾亂身體氣機，加重身體負擔，毫無益處。真正嘅老年運動，在於日日堅持，溫和持久，循序漸進，每日少少運動，日日堅持積累，日積月累，自然氣血通暢，筋骨柔韌，陽氣充足，體質穩固。易經講漸進之道，萬物生長皆需循序漸進，日積月累。養生亦係如此，慢即快，行即久，平淡堅持先係長久之計。養生之道，3分身體，7分心性。60歲之後，心性養生遠比身體調理更為重要，更為根本。好多長者身體病痛，表面睇係五臟失調、經絡不通，實質根源皆在於心氣不順、情緒不暢、思慮過多、執念過重。中醫有言：怒傷肝，喜傷心，思傷脾，憂傷肺，恐傷腎。七情過度，皆會內傷五臟。無藥可醫，無食可補。食物補身，靜坐補氣，運動補血。唯獨情緒傷身最難修補。心氣一旦鬱結，五臟氣機必然紊亂。無論幾多補品、幾多調理，都只係治標不治本。60歲係放下執念、修心養性嘅最佳年紀。人活60載，閱盡世間風雲，看透人情冷暖，經歷得失成敗，理應學會放下，學會釋懷，學會看淡，學會知足。偏偏好多長者越老越執着，執着於兒孫瑣事，執着於人際是非，執着於得失榮辱，執着於他人評價，日日操心勞神，耿耿於懷，鬱鬱不樂，心結不解，氣機不舒，長期積鬱成疾，積思成病。須知人生各有天命，兒孫自有兒孫福。人老之後最珍貴嘅唔係財富，唔係名聲，唔係權勢，而係身心安穩，心境平和，無憂無慮，自在從容。老年養心，守在小思小慮，清心寡欲。少年求進，中年求成，老年求靜。60歲之後，萬事宜靜不宜躁，宜淡不宜濃，宜放不宜執。過度思慮最傷脾胃，最耗心神。日日胡思亂想，憂前慮後，擔心未來，執着過去，心神時時處於耗損狀態，元氣日漸虧虛，睡眠、食慾、氣血必然同步變差。我一生身遇坎坷，經歷病痛磨難，最深刻嘅體悟就係世間萬事皆有定數，該來嘅擋不住，該走嘅留不住。與其執着糾結，自尋煩惱，不如順其自然，隨遇而安。心寬則路寬，心靜則身靜，心境平和，五臟自然調和，氣機自然順暢，身體自然安康。其次，老年養心要少怒少怨，多懷感恩。人老之後，心性容易變得偏執、敏感、急躁，容易為瑣事動怒，為小事抱怨，為無謂是非煩躁。怒氣一起，肝氣立鬱，氣血立亂，血壓立升，瞬間耗損多日積累嘅元氣。好多長者反覆頭痛、胸悶、失眠、血壓波動，並非身體虛弱，而係脾氣暴躁，動輒發怒，心中積怨。養生先養德，養生先養心。少抱怨，少計較，少動怒，多包容，多體諒，多感恩。睇開人情冷暖，看淡是非得失，不與人爭，
不與事執，不與己鬥，日日心平氣和，心境舒暢，陽氣自然升發，陰邪自然消散。再者，老年養心貴，在閒而不孤，靜而不郁。好多退休長者脫離職場，遠離社交，日日獨處家中，無人交流，無事寄情，長期孤獨鬱悶，心神空虛，無形之中氣機鬱結，情志不遂，衍生各種亞健康問題，甚至身心疾病。60歲之後，一定要有自己嘅興趣寄託，自己嘅生活節奏，自己嘅精神世界。無論係讀書、寫字、種花、養草、品茶、聽曲、散步、郊遊、結交良友、研習國學，只要係正向平和，能夠陶冶心性、安撫心神嘅事，都可以日日堅持。精神有所寄，心神有所託，就不會胡思亂想，不會孤獨鬱結，心境常處平和喜樂，身體自然百病不侵。呢度亦都可以講下閒情養生、萬物相輔嘅道理。易經講萬物相生相克，萬物皆可養人。世間一草一木、一情一景，皆有養生之道。好多長者中意養花、種草、飼養小寵，其實合適嘅閒情雅趣，極度有益身心。花草生機勃勃，四時更迭，能夠潤澤心境，疏解鬱結，提振精神。溫順小寵陪伴左右，消解孤獨，撫慰心神，令晚年生活充滿生氣。但萬事皆有度，養花養寵亦不可過度勞累，過度掛心。若是為咗打理花草、照料寵物，日夜操心，勞動過度，反而本末倒置，耗損身心。養生係閒情悅己，而非勞心勞力。凡事適度，隨心自在，先係最佳狀態。再講老年四季養生嘅核心要義。60歲之後，身體對四時陰陽、氣候變化極為敏感，寒暑交替、風雨變遷，都會直接影響五臟氣機、經絡運行。故此，老年養生必須緊隨四時，靈活調整，順勢而變。春養生，夏養長，秋養收，冬養藏，四字真言貫穿花甲養生全道。春天陽氣初升，寒氣未散，氣溫反覆無常，乍暖還寒，老人家最易受風寒侵襲，肝氣鬱結。春養重點在於疏肝養陽，防寒護氣。春天切忌過度減衣，過早貪涼。春凍最養老人陽氣，適度春凍可以鍛煉肌膚轉理，固護體表陽氣，增強抵抗力，減少季節性感冒、風寒病痛。同時，春日宜多外出散步，沐浴春光，接觸陽光，舒展身心，舒暢肝氣，避免長期閉室久坐，鬱結情志。飲食清淡疏肝，少酸多甘，調和肝脾，順應春生之氣。夏天陽氣最盛，暑濕最重，人體端理開泄，汗孔張開，陽氣外散，內氣偏虛。夏養重點在於養心健脾，祛濕斂陽。夏日最忌大汗淋漓，過度泄氣，貪涼傷陽。好多長者夏日日日待喺冷氣房，日日飲冰品，過度納涼，一時舒暢，卻令寒濕閉阻體內，陽氣無法生發，心氣耗損過度。到咗秋冬，必然體弱多病，手腳冰凍，氣血不足。夏日應該適度出汗，微微泄氣，疏通經絡，同時避免劇烈運動，大汗傷氣，多飲溫水，健脾祛濕，清心安神，靜養心神，固護內陽。所謂夏養心靜自然涼，心靜則氣順，氣順則身安。秋天肅殺乾燥，陽氣收斂，陰氣漸盛，肺氣最易受傷，情志最易悲憂。秋養重點在於潤燥養肺，收斂元氣，平和情志。秋日萬物凋零，景色消失，老人家容易觸景傷情，心生憂鬱，悲秋傷肺，
故此秋日養生必先養情緒、暢心境，多接觸陽光，多參與歡樂之事，少獨處悲思。飲食重在清潤養陰、潤肺生津，遠離辛辣燥熱、煎炸上火之物，避免加重肺燥、咽喉不適、乾咳多痰。同時，秋日不宜過度勞動、過度耗氣，適度收斂活動量，為冬日閉藏積蓄元氣。冬天陰氣最盛，陽氣潛藏，萬物休眠，天地閉藏，人體元氣潛於五臟，深藏體內。冬養重點在於溫補固腎、斂陽臟氣、避寒護元。冬天切忌耗散陽氣，劇烈運動、大汗淋漓、過度勞累，一切活動以靜養為主，溫和為要。冬日早臥晚起，避開清晨寒風，保暖護頸、護腰、護腳。呢三處為人體陽氣出入、腎氣聚集之地，最易受寒邪侵襲。保暖得當，則陽氣不散，腎氣不損。飲食適度溫補，固本培元，切忌大熱大燥、過度補瀉，平和溫養，積蓄元氣。來春自然體健神清，陽氣充足。講完四時大道，再講老年日常細節養生。養生從來唔係宏大道理，而係藏喺每日點滴細節之中。細節養得好，百病自然少；細節疏忽多，小病自然積。60歲長者身體修復能力大不如前，一次受寒、一次暴食、一次熬夜、一次動怒，都可能成為長期病痛嘅根源。故此，老年養生最貴細心、最貴謹慎、最貴自律。首先係避風護氣，老人家氣虛胃弱，肌膚主理疏鬆，抵禦外邪能力不足，風邪最易侵體。日常切忌對住風口久坐，睡覺切忌當風，出門切忌頂風疾行，冷氣風扇切忌直吹身體。風為百病之始，風邪入體會帶動寒濕燥熱諸邪入侵，擾亂經絡氣血，引發頭痛、關節痛、感冒、筋骨僵硬等各種問題。日日謹慎避風，固護體表陽氣，係最簡單亦最有效嘅日常養生。其次係護腰護腳，腰為腎之府，腳為人之根，腰部藏腎氣，腳底通全身經絡。花甲之年，腎氣漸衰，經絡退化，腰腎最為虛弱，雙腳最易淤倒。日常切忌久坐傷腰，彎腰勞累，腰部受寒，時常輕柔按摩腰部，溫熱敷腰，可以溫通腎氣，強健腰膝。雙腳日日堅持溫水鋪腳，係老年頂級養生法。每晚睡前溫水鋪腳15分鐘，溫通足底經絡，驅散體內寒濕，推動全身氣血，放鬆身心疲勞，改善夜間睡眠。泡腳無需添加繁雜藥材，單純溫水已經足夠，溫和持久，日日堅持，遠勝一時嘅藥物調理。同時切忌赤腳踏涼地，雙腳受寒，腳冷則全身冷，腳寒則五臟寒，寒從腳起，病從寒生。守好雙腳就係守住一身陽氣。再者係日常清潔，通氣養生。人體不單只需要飲食養生，更需要環境養生、氣場養生。居住環境整潔通透，空氣流通，光線充足，人心自然舒暢，氣機自然通暢。環境污濁、陰暗潮濕、密閉不通，人體氣場必然鬱結，陰邪容易積聚，心神容易煩躁。60歲長者居住之所宜整潔、宜明亮、宜通風、宜寧靜，日日整理居所，保持空氣流通，遠離潮濕陰暗，令身體氣場與天地清氣相通，自然身心清爽，少病少痛。好多長者晚年執迷於保健品、養生產品、偏方秘訣，四處求醫問藥，花費大量金錢，卻忽略最根本、
最免費、最有效的日常養生。我始終堅信，真正嘅高級養生從來唔係依賴外物、依賴藥物、依賴補品，而係順應自然、自律日常、修養心性、平和度日、少食寡欲、細嚼慢咽、溫水細飲、早睡早起、適度運動、少勞少累、心寬知足、順應四時，呢8句看似平淡無奇、人人皆知嘅道理，卻係花甲養生嘅終極真諦。60歲之後，人生進入收穫與安享嘅階段，奮鬥之年已過，拼搏之時已終。從此，人生嘅主題唔係進取，唔係爭勝，唔係積累，而係守成，而係安穩，而係養生，而係惜福。少年拼氣力，中年拼心機，老年拼福氣。而福氣從來唔係天降，而係自身修養而來。身體安康，心境平和，無病無痛，無憂無慮，兒孫平安，歲月安穩，就係晚年最大嘅福報，最高嘅成就。易經講：天道酬善，天道酬行，順天者昌。養生唔係一時興起嘅堅持，而係一輩子嘅修行。唔係外在形式嘅模仿，而係內在心性嘅修養。60歲嘅養生，養嘅唔單止係身體，更係心境，更係福氣，更係餘生嘅安穩。放下不必要嘅操心，放下無謂嘅執念，放下多餘嘅慾望，放下過往嘅得失，以平和之心待萬事，以知足之心待人生，以順應之心待天地，以寬容之心待世人。日日守住簡單規律嘅起居，清淡節制嘅飲食，溫和持久嘅運動，平靜喜樂嘅心境，順應四時陰陽，遵從天地大道，修養自身心性，自然可以五臟調和，氣血通暢，陰陽平衡，身心安康。晚年無大病纏身，無心魔擾體，無雜事勞神，日日安然自在，歲月平靜溫和，便係60歲之後最好嘅活法，最圓滿嘅人生。世間萬般奢華，萬般名利，到老終歸虛無，唯獨健康嘅身體，平和嘅心境，長久嘅安康，先係陪伴自己走完餘生最珍貴、最踏實嘅財富。世人多數對老年養生存有一種淺薄誤解，以為養生只係醫療調理、食藥補身、鍛煉肢體，卻忽略咗養氣、養神、養福三者先係花甲之年最珍貴嘅修行。易經中符卦有言：終須有信，由信守終。人到60，肉身嘅強壯早已唔再重要，氣機嘅純正、心神嘅清淨、福緣嘅厚實，先係決定晚年壽元與安樂嘅根本。好多長者日日耗費心神研究補方，追逐各種新式養生療法，卻日日放任自己心氣浮躁、言語雜亂、思慮紛繁，本末倒置，徒勞無功。真正嘅養生係由內而外嘅修持，先養心神，再養氣血，最後先調肉身。呢個先係符合天道嘅先後次序。我觀察坊間無數花甲長者，發現一個好有意思嘅規律：肉身過度滋補，日日服補品之人，往往體質反反复复，多病纏身；反而生活簡樸，心無掛礙，起居自律，唔貪口腹之欲嘅長者，大多精神清爽，五臟平和，少病少痛。呢正正印證咗義理虛而受養，實而不受補嘅真義。60歲人身軀如同陳年舊器，經不起堆砌打磨，頻繁修飾。最適合嘅係清養、靜養、緩養，而非猛補、急養、強養。好多人唔明白呢個道理，見人參補氣就日日嘗，見靈芝安神就夜夜服，見海鮮滋陰就頓頓食，忽略自己脾胃虛弱，氣機瘀滯，名貴食材堆積體內，無法化為元氣，反而化為濁氣、滯氣、邪氣，積聚於五臟經絡，日積月累，衍生頑疾。
原本想延年益壽，最後反而節損元氣，實在可惜。除咗飲食作息嘅外在規律，60歲長者最需要修煉嘅係言語養生。世人只知動怒傷身，思慮傷神，卻少有人明白多言好氣，雜言亂神，是非言語最損福壽。中道家養生古訓，言多氣竭，尤其係老年人，氣本虛，神本弱，每多一句無謂閒話，每多一次是非爭辯，每多一回閒談八卦，都會無形之中耗散自身珍貴嘅元氣。少年人氣盛神足，多言尚且無大礙，花甲之年元氣本就日漸收斂，經不起日日隨意泄散。好多長者退休之後無事可做，日日聚眾閒談，道人長短，議人是非，評人得失，看似消磨時間，實則日日耗氣傷神，講盡他人是非，擾亂自己心神，令心氣無法平靜，氣機無法收斂，久而久之，神疲氣弱，失眠多夢，情志鬱結，百病由此而生。老年言語養生之道，貴在寡言，貴在慎言，貴在善言。無益之話不講，是非之語不談，怨懟之言不出，攀比之詞不發。日常閒談，只談風月，只談閒情，只談平安，唔議人非，唔誇己功，唔訴己苦，唔生怨氣。慎言並非孤僻冷漠，唔願與人相處，而係懂得息氣息神，守住自身福氣。言語溫和，語氣從容，說話有道，每一句說話都平靜舒緩，唔大聲喧嘩，唔急躁爭辯，唔尖酸刻薄，口中出善言，心內存善念，氣神自然穩固，陰陽自然調和。所謂口出善言，身生暖氣。老年養生，養口德就係養身體、養福報。呢個係好多養生書籍未曾講透，卻最為真實嘅大道。再者，60歲養生必須懂得息精。世人以為息精只係年輕人養生之道，其實花甲之年息精更勝從前。呢度所講嘅精唔單止係腎精，更係人身一切精微物質，包括津液、氣血、心神、體力。年輕人精氣充足，偶有耗損，可以快速補充。60歲之後，人身精微之源日漸枯竭，耗一分少一分，無法再生，難以修補。故此老年日常，一切以不耗、不泄、不損為先，唔好過度用眼，久視傷血、傷肝、傷精。日日長時間睇手機、睇電視、睇屏幕，目光久滯，肝血耗損，會令視力快速衰退，頭暈眼花，心神不寧。唔好過度用耳，久聽傷腎傷氣，長期聽嘈雜聲音、刺耳音樂、喧鬧人聲，會擾亂腎氣，動搖元神，令人心神煩躁，睡眠不穩，記憶衰退。唔好過度用心，胡思亂想，算計得失，憂慮未來，皆會耗損心神精微，令五臟失養。我數十年觀察無數長者，發現一個好真切嘅現象：晚年身體硬朗、精神清爽、小病小痛之人，大多懂得留白養生，生活留白，作息留白，心念留白，慾望留白。生活唔安排得太滿，每日唔追趕節奏，唔逼自己忙碌，作息唔擠壓休息時間，唔透支睡眠，唔勉強勞動，心念唔裝雜事，唔存執念，唔積怨氣，慾望唔貪安逸，唔貪奢華，唔貪圓滿。易經講：盈滿則虧，物極必反。世間萬事最忌太滿，人生養生亦是如此。太飽傷脾胃，太勞傷氣血，太絲傷心神，太滿傷福壽。花甲之年，學會留3分機、3分閒、3分靜、3分空，先可以守住7分元氣、7分安康、
七分複雜。好多長者晚年執着於求健康、求長壽，日日擔心有病，擔心體衰，擔心病痛。呢種過度執着嘅恐懼心，反而係養生最大嘅阻礙。心有所懼，氣必收緊，長期心神拘謹，憂慮重重，會令經絡緊縮，氣機瘀滯，陽氣無法生發。就算日日調理，日日補身，都難以真正安康。養生最高境界係唔執着於養生，順其自然，平常心度日，唔畏病，唔懼老，不貪壽，不願衰，坦然接受年歲增長，肉身退化，以平和之心面對衰老，唔抗拒，不焦慮，不執住年輕嘅狀態不放。易經講：順命者昌，逆命者殃。老化係自然天道，無人可以例外。與其終日恐懼衰老，四處尋方求藥，不如安心順應，平心接受，心無恐懼，神無擾亂，氣機自然順暢，身體自然少病。仲有一點極為重要，係老年睡眠養神嘅深層智慧。好多人只知早睡好，卻唔明白老年睡眠貴在靜穩心，唔在於時間長短。好多長者日間長時間臥床小氣，晝間昏睡，導致夜晚失眠、淺睡、易醒多夢，看似每日瞓足10幾個鐘，實則心神未曾真正休養，越瞓越倦，越睡越虛。呢個就係晝夜陰陽倒置，神氣無法歸位。日間陽氣當令，宜動宜醒宜舒展，若日間久臥昏睡，陽氣無法生發，鬱滯體內；夜晚陰氣當令，陽氣反而浮越在外，自然心神不寧，睡眠淺薄。真正嘅老年睡眠養生，係日間少臥多動，夜晚心靜安眠，令陽氣晝升夜藏，陰氣晝潛夜成，陰陽各歸其位，神氣各安其根，先可以一覺養神，夜夜顧元。除此以外，老年交友養心、閒談養氣，亦係被大眾忽略嘅養生關鍵。人係群居之物，哪怕年屆花甲，心性好靜，亦不可長期孤立，斷絕良緣。長期孤獨獨處，無人交流，無人慰藉，會令情志鬱結，氣機沉滯，陽氣不足，慢慢衍生各種情緒病、亞健康問題。但老年交友貴在淡而久，靜而和，唔好結交是非之人、功利之人、躁動之人，多與心性平和、為人善良、生活簡樸、知足常樂嘅老友相處，閒時相聚品茶，談古論今，閒述家常，唔攀比，唔較量，唔議是非，彼此撫慰心神，安定情志，滋養心氣。良友如清風，如暖陽，能夠疏解孤獨，化解鬱結，提振心神，無形之中調和五臟氣機。呢種無形嘅養生力量，遠勝好多名貴寶品。我半生言義，半生修身，閱盡人間盛衰，看盡身體喜樂，最終參透嘅養生真義，其實只係12個字：順天而行，清心寡欲，守常不變。60歲之後，唔需要繁雜技巧，唔需要昂貴外物，唔需要刻意強求，只需要守住日常嘅規律，守住內心嘅平和，守住待人嘅寬容，守住對天道嘅敬畏。身體衰老是自然規律，無需抗拒；人生喜樂是天命定數，無需執着；人情冷暖是世間常態，無需介懷。養生到最後，養嘅已經唔係一具肉身，而係一顆安穩自在、無憂無懼嘅心。心若安穩，五臟皆安；心若平和，百病不生；心若知足，歲月皆甜。60歲嘅人生，剃去咗少年嘅莽撞，中年嘅浮躁，正正係最通透、最從容、最適合修身養福嘅年紀。放下執念，守住本心，順應四時，安於日常，日日簡簡單單、平平靜靜、安安穩穩，
便係最長遠、最圓滿嘅養生大道，亦係花甲之年最值得珍惜嘅人生修行。世間好多長者誤解養生嘅真義，將養生等同於治病調理，終日執着於檢查指標，糾結輕微不適，恐懼舊病復發，心神時時處於緊張戒備之中。殊不知過度嘅防備與焦慮本身就係最大嘅傷生。易經講太極否來，靜極生安。人生嘅康態從來唔係靠刻意強求、時時提防，而係靠陰陽平衡、心神放鬆、氣機順暢。60歲之後，身體有輕微老態、少許不適，皆係天地自然之理，無需過度驚慌，無需刻意醫治，無需四處求方。過度醫療、過度調理、過度檢查，只會擾亂身體自愈機制，破壞五臟自我平衡，反而令元氣日損，心神難安。真正嘅老年養生講究以靜制動，以柔克剛，人到花甲，肉身機能逐漸退化。呢種退化唔係病，而係歲月輪迴嘅常態。筋骨唔再年輕柔韌，氣血唔再旺盛充沛，精神唔再飽滿亢奮，皆係萬物盛極而衰嘅自然規律。明白呢一點，先可以真正放下內心嘅執着與不甘，不再強求重返少年體魄，只求晚年穩健安康，無病無痛，心神自在。好多長者不服年老，日日強行鍛煉，刻意進補，強求精神亢奮，逆天道而為，耗盡殘餘元氣，最終適得其反，徒增病痛困擾。再論老年養腎固本嘅深層智慧，腎為先天之本，元氣之根，主藏精，主生長，主衰老。人之一生，腎氣盛衰，決定體質強弱、壽命長短。少年腎氣充盈，生機勃發；中年腎氣穩固，體魄強健；60歲之後，腎氣自然虧虛，精氣逐漸外泄。呢就係老人容易腰膝酸軟、頭暈耳鳴、記憶衰退、夜尿頻多嘅根本原因。現代好多長者養腎，一味依賴壯腎補腎嘅藥物食材，盲目進補，卻忽略養腎核心不在補而在藏，不在猛壯而在斂守。腎氣最忌耗散，最宜封藏。冬日閉藏係養腎天時，日常靜心寡欲，不勞心神，不耗體力，不動妄念，係養腎根本。過度勞累、頻繁熬夜、思慮過重、情緒激動，都會無形之中耗散腎精，泄漏元氣。日常養腎無需名貴補品，最簡單嘅舉動最為有效。每日閒時輕揉腰眼，溫熱敷腎，順時針緩緩按揉，疏通腰部經絡，溫煢腎陽。早睡晚起，避寒保暖，守住一身陽氣，不令腎精外泄。節制勞動，遠離躁動，令腎氣得以安養積蓄，平淡堅持。日積月累，腎氣自會穩固，元氣自會充盈。與養腎相輔相成嘅係老年養肺護氣。肺主一身之氣，司呼吸、通皮毛、調水道，人身氣機升降、津液運行，全賴肺氣調節。60歲之後，肺氣日虛，呼吸淺短，皮毛疏鬆，胃氣不足，故此老人家容易外感風寒、咳嗽氣喘、乏力懶言、多汗易感。好多長者養肺，只知潤燥止咳，卻唔曉得肺氣貴在宣降得宜，貴在清靜不擾。肺為嬌臟，不耐寒熱，不耐燥濕，不耐鬱結。寒則肺氣閉阻，熱則肺氣灼傷，燥則肺陰耗損，鬱則肺氣不宣。日常養肺，守在調息靜氣。每日晨起，天地清氣最盛之時，緩緩深呼吸，吐故納新，慢慢吸氣，緩緩呼氣，反覆10數次，疏通肺氣，暢達氣機，排出體內濁氣，
呼吸宜細、宜勻、宜緩，切忌急促淺短，大口喘氣。長期淺呼吸會令肺氣鬱滯，氧氣不足，導致周身乏力、胸悶氣滯。同時，日常切忌過度言語、大聲喧嘩、言多好氣，久語傷肺。老年肺氣本虛，更需息氣斂氣，少言養肺。飲食遠離辛辣燥熱、煎炸燒烤，四時多食清潤養肺嘅平淡食材，順應肺臟天性，自然肺氣充盈，呼吸順暢。老年養生仲有一項極易被忽視嘅核心，就係養脾胃情志。眾人皆知脾胃為後天之本，卻少有人曉得脾胃最為思慮鬱結，最喜心境舒暢。中醫講思傷脾，呢個傷從唔係肉身外傷，而係情志內傷，無聲無息，日積月累，最是難察難治。60歲之後，長者最常犯嘅毛病就係閒時胡思亂想，牽掛瑣事，糾結過往，腦袋從來唔肯停歇，心氣長期鬱滯，直接壓抑脾胃氣機。脾胃一旦失於舒暢，縱然日日食清淡，頓頓講節制，都會食之無味，消化無力，營養難納，形成越思越滯，越滯越虛，越虛越憂嘅惡性循環。脾胃五行屬土，土性敦厚，喜靜喜和，忌躁忌鬱，萬物皆賴土養，五臟皆靠脾胃氣血濡潤，心平氣和，思緒清靜，則脾胃氣機升降有序，運化如常，心念紛繁，憂思不斷，則脾胃氣滯濕凝，升降失司。好多長者常年食慾不振，腹脹痰多，大便不調，四肢困倦，體重虛浮，查遍身體又無大礙，究其根本，皆係思慮傷脾、情志鬱滯所致。呢種亞健康問題唔靠藥物，唔靠食補，只靠養心靜思，放下雜念，先可以從根源化解。養脾胃情志，貴在斷無謂之思，安浮動之心。每日晨起、飯前飯後，務求心念空靜，情緒平和，唔好食飯時思前想後，操心家事，糾結是非。食飯專心靜心品味，先係養脾最佳心法。一飯一食，專注當下，不憂過去，不慮未來，令心神歸位，氣機舒緩，脾胃自然得以舒展運化。除此之外，日常切忌閒坐空想，自尋煩惱。無事可做之時，寧可靜坐養神，散步抒懷，觀花品茶，都唔好任由思緒紛飛，耗傷脾氣。儒家中庸之道講執中守正，不偏不倚，呢句說話完美契合花甲脾胃養生之理。脾胃最怕太飽、太飢、太勞、太閒、太濕、太粗、太寒、太熱，凡事過度皆傷脾胃。老年養脾唔求大補大養，只求溫和中正，不偏不倚，起居有道，情志有節，飲食有規，心氣中正，則脾胃平和。脾胃平和，則氣血生化源源不斷，五臟六腑皆得滋養，晚年體質自然穩固安康。講盡五臟養生、四時之道、心性修行，最後要講老年最珍貴嘅養福之道。養生終究係養福，福氣厚者百病難侵，心神常安，歲月常寧；福氣薄者縱然日日進補，時時調理，依然體弱多疾，心無安處。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。人生福氣從來唔係天降，而係日積月累嘅善念、善行、善心修養而來。60歲之後，修身養性，積善培福，比一切養生技巧都更為重要，更為長遠。老年積福，無需驚天動地嘅善舉，只在日常點滴溫良，待人多一份包容，處事多一份寬厚，言語多一份溫柔，心境多一份知足。
唔計較他人過錯，不執着世事不公，不抱怨歲月辛苦，不攀比他人福運，心懷善意，口出善言，身行善事，日日積累，時時修持，自身氣場自然溫潤純正，陽氣充盈，陰邪不侵，善念養心，善行養身，福氣深厚之人，心神從不慌亂，氣機從不鬱結，五臟從不紊亂，自然小病小痛，安享餘年。與積善相輔嘅係老年惜福養生。好多長者年輕奔波，半生勞碌，養成勤儉刻苦嘅習慣，年老之後依然過度節儉，不捨吃喝，不捨休憩，不捨享樂，日日委屈自身，勞累身心。殊不知過度節儉亦是傷生。惜福唔係苛待自己，而係懂得珍惜當下嘅安康，珍惜衣食溫飽，珍惜歲月安閒。該食則食，該歇則歇，該樂則樂，善待自身，安享成果，先係真正惜福。過度苛待，長期勞累，終日緊繃，只會耗損福氣，虧損元氣，本末倒置，得不償失。花甲之年最通透嘅養生智慧，就係認清萬物為用，身心為本，世間財物、名利、人情、得失，皆為身外之物，可用而不可執，可遇而不可求。唯有自身健康、自身心境、自身福氣，先係陪伴自己走完餘生嘅根本。年輕時為生活奔波，為家人操勞，為前程奮鬥，情有可原。60歲之後，萬事皆可放下，萬緣皆可疏解。唯一要做嘅就係善待自己，修養自己，成全自己。我閱盡養生典籍，參透天地義理，觀察人世百態，最終總結出花甲養生10字真諦：順時守正，寡欲積善息身，順四時陰陽，不逆天道，守內心清淨，不擾心神，減多餘慾望，不耗元氣，積日常善念，厚積福澤，惜自身肉身，不輕虧損。呢10字真言，無一處講偏方，無一處講補品，無一處講技巧，卻涵蓋咗老年養生嘅所有大道。世間無速成嘅健康，亦無僥倖嘅長壽。所有晚年嘅安康自在，都係前半生嘅修養，後半生嘅自律累積而成。一日自律，變得一日安寧；日日堅持，變得歲月無虞。60歲之後，唔好再追求轟轟烈烈，唔好再執着功過得失，唔好再糾結人情冷暖，只需要守好一粥一飯，一朝一夕，一心一念，晨起營養，靜心吐納，養一身清陽；日間清淡，節制飲食，養一身氣血；閒時靜坐，少思少慮，養一身心神；務時休憩，早睡安寢，養一身元氣；待人溫良，心存感恩，養一身福澤。日日如是，月月如是，年年如是，自然五臟調和，陰陽平衡，氣血通暢，百病不生。養生一途，終歸平凡，終歸簡單，終歸自然。複雜嘅技巧只會擾亂心神，昂貴嘅補品只會徒增負擔。唯有樸素嘅日常，平和嘅心境，恒久嘅自律，先係老年長壽安康嘅不二法門。60歲唔係人生嘅落幕，而係修行嘅開始，福氣嘅開端，安寧嘅序章。願天下花甲長者皆能悟透順天養生之道，放下執念，守住本心，善待身心，積善惜福，不懼歲月，不憂衰老，不怨世事，不執得失，以平靜之心安度流年，以溫良之態呵護身心，日日安康，歲歲無憂，得享清寧餘生，安度平和晚年。